如何才能把握短线的暴涨点呢？或许你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吧？那么今天的这个讲座就很关键了。听完今天的讲座，你肯定可以轻松的学会如何把握短线的暴涨点。大家好，我是 Robert 徐，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课程。第一次收听我课程的股民朋友，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打开小铃铛，方便大家长期的在这里进行股票学习。大家在点赞的同时，今天的课程正式开始。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一套非常经典的 RSI 短线暴涨模型，也是反复实践效果最好的短线暴涨分析模型之一。所以今天的课程你一定要坚持听到最后。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股票案例。如图所示，在这只股票案例上，我们如何把握短线的暴涨点呢？首先我们通过成交量来去看一下，放量下跌，如果有一个天量，对应的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地价，天量地价也就意味着能量方面呢会因为快速的流出而衰竭。那么接下来我们最为重要的是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成交量是在不断的进行缩量，前面我们也学过缩量筑底的一种形态。你看在这个位置缩到极致过后，在什么位置开始出现背量收阳的呢？在这个位置。那么背量收阳起涨，所以这个位置才是最佳的一个进场点。这就是通过传统指标成交量给我们提示的短线暴涨点位。按照这个位置买进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是不是已经占了很高的位置了，对不对？接下来成交量也反复的在震荡，怎么能够确认这个位置就是最佳的进场点呢？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可以把握短线的暴涨点呢？因为短线我们必须要更快的买进，而且呢能够实现快速的上涨，这是短线暴涨的一个要求。接下来我告诉大家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调出 RSI 指标。首先呢，我为大家讲一下关于 RSI 指标的计算公式，帮助大家更好的认识 RSI 指标。那么 RSI 指标呢，也是一个周期性的指标， N 周期内的 RSI 就等于 N 周期内的平均涨幅除以 N 周期内的平均涨幅加上 N 周期内的平均跌幅，这个比值乘以100。也就是说，这个平均涨幅越大，这个 RSI 相对的话就比较强。如果 N 周期内的平均涨幅比较弱，那么这个 RSI 的数值就比较小，这个好理解，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这个比值乘以100，一个比值乘以100，它的取值范围呢就是在0到100之间。RSI 的取值越小，说明 N 周期内的平均涨幅越小，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按照 RSI 的计算公式来制定一个最佳的周期内来进行实战总结。首先呢，几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刻度我已经给大家画出来了，80、50和20。如果我们看到在我箭头指的位置呢，就是 RSI 跌穿20，进入超跌的区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第二个点位，在我箭头指的位置呢，就是 RSI 跌穿20，再上穿20。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股价开始从超跌的位置开始物极必反向上反弹。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 RSI 再上穿50，短线暴涨点就出现了。具体对应上方的股价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位置。所以如图所示，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短线暴涨点的一个判断，对吧？所以按照 RSI 指标就可以比前面你在这个位置判断出来的短线暴涨点要早很多，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是通过 RSI 指标为我们识别的短线暴涨点，可以说很快，而且呢很方便。这种判断的方式到底安不安全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我们看到的一种 K 线的形态。如何结合资金能量对于短线暴涨点进行分析决策呢？今天我为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就是红利的特色功能指标六彩游龙。为什么要使用六彩游龙呢？
因为六彩游龙它可以很灵敏的可以识别短周期内的庄家主力资金的一个变化，所以呢我们要使用六彩游龙指标。六彩游龙指标呢，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红柱的比例呢，就表示获利筹码。获利筹码它是以庄家主力为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红柱的高度它的比例就表示庄家资金的一个比例呢，就是这个原因。接下来我们再看绿色柱体，绿色柱体呢就表示套牢筹码。那么套牢筹码呢是以散户为代表的这类筹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绿柱的比例就表示散户套牢资金的原因。另外黄色柱体呢就表示浮动筹码。那么这三种筹码加在一起为100%，因为不同的股票它的流通盘不一样大，所以呢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进行计算的。另外还有3条线，分别是按紫色这条线呢表示获利筹码的平均趋势线，淡蓝色这条线呢表示套牢筹码的平均趋势线，紫色这条线呢就是浮动筹码的平均趋势线。所以3种柱体表示3种筹码的比例，3种颜色的线表示对应筹码的平均趋势线，所以呢这称之为六彩游龙。接下来呢就可以根据刚才我为大家通过 RSI 指标所判断出的短线暴涨点，结合六彩游龙指标灵敏的帮我们识别出短期内的庄家主力资金的验证，这样就可以共同确认出短线的暴涨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位置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 RSI 指标，对吧？通过 RSI 指标如何判断形态方面的短线暴涨点呢？有3点。第一点， RSI 跌穿20进入超跌区间。第二点， RSI 跌穿20再上穿20开始反弹。第三点， RSI 再上穿50短线暴涨点出现。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对应的这个位置，非常的简单。这是刚才讲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六彩游龙指标，它的红色的庄家资金比例必须要高于50%啊，所以我画了一条白色的线，表示50%的位置。红柱如果上穿白色的50%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在这个位置会有庄家主力的介入。这就帮我们验证了刚才我们通过 RSI 帮我们识别的短线的暴涨点。所以接下来再增加一个条件，就是第4点，六彩游龙红柱高于50%，红柱呢如果上穿对应的庄家资金的紫色趋势线会更加的完美，所以呢就是红柱上穿紫线最佳。所以上述就是通过 RSI 指标结合六彩游龙指标帮我们确认的短线暴涨点。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一个具体的股票案例。那么在这个股票案例当中，首先我们可以根据 RSI 指标帮我们判断出它的一个短线的暴涨点的形态。怎么判断呢？首先第一点， RSI 跌穿20，在这个位置 RSI 跌穿20啊，这第一点，进入超跌的区间，对吧？物极必反在什么位置出现的呢？就是第2点， RSI 跌穿20以后再一次上穿20开始反弹。第3点， RSI 再上穿50，那么短线暴涨点就出现了，对应的就是这个位置，对吧？在这个位置，六彩游龙指标它的50%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蓝色的这条线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50%的所在位置。对应的这个上方是在什么位置呢？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在这个位置发现，如果你仅仅通过 RSI 来判断短线的暴涨点的话，你看买入以后还会横摆震荡，所以这个位置呢很可能你会直接在这个位置就放弃了。结合了六彩游龙指标红柱的比例高过50%这个条件呢，你就可以判断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最佳的短线暴涨点，对吧？通过前3点 RSI 帮我们判断的短线暴涨点的形态位置，那么再加上第4点，六彩游龙指标红柱高于50%，同时红柱又上传了对应的庄家资金的紫色的这个趋势线，所以呢效果最佳。所以这个位置就是通过 RSI 指标结合六彩游龙指标共同帮我们识别的短线暴涨点，过后股价就会一飞冲天。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简单呢？接下来我们就针对 RSI 短线暴涨模型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同样也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都是暴涨形态的一个识别，我们通过 RSI 指标三个条件：第一 ，RSI 跌穿20进入超跌区间；第二 ，RSI 跌穿20再上穿20开始反弹；第三 ，RSI 再上穿50，短线暴涨点出现。这是通过 RSI 识别的短线暴涨形态。第二个部分就是通过资金能量来验证短线暴涨形态。这个部分呢，可以通过六彩游龙指标，可以帮我们判断庄家主力资金的能量。那么这里面呢，也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六彩游龙红色柱体高于 50%， 第二个条件，红色柱体上穿紫色庄家资金趋势线，这是最好的一个表现。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讲到的 RSI 短线暴涨模型，通过 RSI 指标以及六彩游龙指标帮我们确认最安全的短线暴涨点位。大家学会了吗？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打开小铃铛，后续的课程更加精彩。至于 RSI 指标改良后的参数，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索要。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再见。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上述观点仅供参考。